那是多元的教育，这是新北市三重埔五华国小的老师杜小梅。7档前开始，逐档拢会带2年的学生囡仔，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做主题，互囡仔去画图、画绘本。希望囡仔毋但会当画出兴趣，嘛会当关心环境。 画出分类回收节能减碳这的绘本，拢是出自山林埔五华国小2年学生的手笔。真正因为疫情，大家拢踮厝内，老师杜小梅用学习单伫线顶指导囡仔参爸母手做绘本。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，所以这是现在最夯的议题。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109学年度创作的是跟颜色有关的，然后有让孩子用自己的第一人称的角度对人类发出呼吁。 700多个2年学生，大家人画一页，计共完成27本的绘本，都要将 SDGs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甲食水、连结、保育、节能等等做主题，互囡仔展现创意，嘛对身躯边的食青做观察。无真正的手稿、绘本，佮有场景设计图等等，拢伫新北市立图书馆内展出。 我们今年是第4年跟三重的五华国小合作办理这个创作绘本展。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嘛，常常小朋友都在居隔在家里，所以他们是以防疫为主题，然后一块做创作、做展示的。 新北市立图书馆表示，五华国小自7档前就开始做儿童原创绘本，目前已经有100本，拢会伫新北市立图书馆1楼展出到11月底。记者陈安培、台北采访报道。